你有冇試過某一日突然唔想再接電話，唔想再出席飯局，唔想再解釋自己，唔想再對住某一啲人笑？你開始覺得獨處比任何一場熱鬧都要舒服，然後你問自己：我係咪出咗問題？係咪太自閉？係咪越嚟越難相處？但係我今日想同你講嘅係一個完全唔一樣嘅答案。維摩诘經入面有一句說話，千幾年嚟都係佛學入面最令人震撼嘅存在：獨處鬧市，心冇染着。呢句說話嘅意思係，一個真正覺悟嘅人可以坐喺最喧鬧嘅地方，但係佢嘅心係乾淨嘅，係唔被污染嘅。你知唔知呢句說話其實係有下半段嘅意思？就係如果你連喺鬧市都冇辦法保持內心清靜，你嘅靈性係需要先透過獨處嚟進行一場清洗嘅。而呢個清洗嘅過程，佛學入面有一個名字：清淨業障。你而家越嚟越中意獨處，唔係因為你變得孤僻，唔係因為你唔合群，更加唔係因為你有問題，係因為有一股力量正在悄悄地幫你做一件事，而呢件事係你用盡所有努力都冇辦法靠自己完成嘅。係咩事？係清理磁場。佛學入面講嘅磁場，係你幾十年嚟所積累嘅業識執着、人際牽重、情緒廢物，仲有啲你自己都唔知道係點嚟嘅。創傷傷記憶呢啲嘢積埋喺你嘅心識入面，就好似一口被雜物塞住嘅水井。你明明知道下面有水，但係水就係抽唔出嚟。而清理磁場就係又把呢啲嘢一件一件搬走。問題，呢個搬走嘅過程唔係舒服嘅，佢會令你覺得周圍嘅人開始跟你唔夾，會令你對以前好緊要嘅事突然失去興趣，會令你覺得某啲關係莫名其妙咁就淡咗、散咗，甚至係無緣無故地裂開咗。你可能仲以為係自己嘅問題，但其實係佛菩薩喺幫你做一場靈性手術。今日呢條片，我會帶你走入一個故事，一個發生喺北宋年間，一個叫做性空嘅普通人嘅故事。佢嘅經歷同你而家嘅狀態可能會有一種你唔敢承認嘅相似。然後我會同你一步一步去剖析獨處同孤僻之間究竟有一道幾深嘅掛鈎，仲有真正嘅靈性清醒係一種點樣嘅感覺。唔係你想象中嗰種高高在上嘅貪脫，而係一種有溫度、有力量、帶着慈悲者行走人間嘅狀態。所以而家去到評論區打低阿彌陀佛，光明照我心，呢句說話係一個祈願，願你嘅磁場越嚟越清淨，願你嘅路越走越明亮。唔係儀式，係一種心意，係你對自己嘅一個小小承諾。北宋年間，汴京城係天下最繁華嘅地方，市集上他當林立，叫賣聲、議價聲、笑聲混成一片，連空氣都係熱鬧嘅味道。就喺呢個地方住一個叫做性空嘅年輕人。性空唔係生類，佢係一個做師爺生意嘅商人，家底中等，但係人緣極好。佢識講話，識做人，每逢商會飯局必定係座上賓，朋友多到記唔住名字。逢年過節門庭若市，連街坊都識得叫佢性空哥。如果你喺嗰個時代見到性空，你一定會人慕佢，但係只有性空自己知道佢嘅心入面有一個洞，呢個洞唔係空嘅，係裝滿咗嘢嘅，裝住喺應酬時嘅皮鏈，係睇人臉色時嘅委屈，係笑着捉下別人時嘅一絲不係咩意，係每晚回到家關上門之後，坐喺燈前發呆嗰10幾分鐘嘅空洞感。佢唔知呢個感覺叫咩，佢只知自己越嚟越需要蝦酒先至瞓得着。
有一年，聖空做咗一單好大嘅生意，佢同2個多年老友合夥，入咗一批上等熟錦，準備喺汴京轉手，利潤可以係平時嘅3倍。聖空信任呢2個朋友，信任到連契約都冇認真睇，簽名簽得好乾脆。後嚟知發生咗咩事？呢2個朋友老款潛逃咗聖空，一夜之間欠下咗大筆債務，供火相上門，債主臨門。昨日仲笑着跟佢食飯嘅商議夥伴，今日見到佢係避之則吉，甚至有人喺背後講閒話，話聖空係咎由自取，話佢一向就係個傻仔，被人賣咗仲幫人掃錢。最令聖空崩潰嘅唔係錢，係某一日佢去到舊時常去嘅茶館，見到幾個昔日稱兄道弟嘅朋友坐喺裏面講說話，見到佢行入嚟，啲人眼神飄走，然後有人輕輕地說：我等陣仲有事。一個一個借故離開茶館入面，係咁嘈嘅。但係聖空坐低之後，覺得四周靜到可怕。佢第一次坐喺人群中間，但係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係一個人。呢晚聖空冇飲酒，冇瞓過。佢坐喺天台，望住汴京城嘅燈火，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呢幾十年嚟，究竟係同人做朋友，定係同人做生意？冇答案。但係呢個問題開始喺佢心理生根之後嘅幾個月，聖空開始逃避社交，唔係因為自卑，係因為厭倦。佢厭倦咗笑，厭倦咗解釋，厭倦咗再去辨別邊個係真心，邊個係假意。佢開始唔返商會，唔出席飯局，甚至搬咗去城郊一個比較僻靜嘅地方住。周圍嘅人開始講，聖空可能係想唔開，快要出事㗎喇。但係聖空自己知道唔係嘅，佢嘅心反而越嚟越靜。係喺咁嘅一個早晨，聖空喺城外嘅小路上行路，見到一個和尚坐喺樹下閉目打坐。聖空平時係唔理呢啲嘢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嗰日停下嚟，係可以咁望住嗰個和尚好耐。和尚眼都冇開口問：你係睇我定係睇你自己？聖空嚇咗一跳，答：大師，我唔明你話乜。和尚合開眼，係一雙好平靜嘅眼睛，不帶任何評判，就係望住聖空，然後緩緩咁說：水清則如鹽，心靜則佛泥。你嘅水係咩顏色？聖空站喺原地答唔出嚟。呢個和尚法號道澄，係嗰個年代一位行腳僧，冇固定寺院，只係四處雲遊。佢唔係什麼名聲大德，無人為佢立傳，冇人識得佢嘅出身，但係見過佢嘅人都說佢有一種讓人心靜下嚟嘅力量。道澄見聖空站係原地唔走，就問：你圖咩？聖空苦笑：我唔知自己係咪喺圖嘢，我只係唔想再見人。道澄點頭：咁你而家見到我係唔舒服嗰種，定係另一種？聖空想咗好耐，答：係另一種。道澄講：咁就係咗，你唔係唔想見人，你係唔想再見某一種人、某一種關係，好一種令你疲倦嘅能量。你嘅心係想清靜，唔係想孤獨。呢兩樣嘢差好遠。聖空呢一刻有咩嘢喺胸腔裏面鬆動咗，就好似有一塊石頭壓住佢心口好多年，佢已經習慣咗佢嘅重量。但係道澄呢句說話令佢第一次意識到嗰塊石頭係可以移走嘅。道澄之後問佢：你敢唔敢試一件事？咩事？入山獨處3個月，唔見任何人，唔做任何事，唔諗任何計劃，只係待喺一個地方同自己坐喺一齊。聖空聽完笑咗：3個月唔見人，唔厭悶咩？道澄唔笑。你現在坐喺人群中間，係咪已經悶緊？聖空答唔出嚟。結果聖空真係跟住道澄走咗入山。佢帶走嘅嘢唔多，幾件衣服、
一些糧食，一本佢一直都冇時間睇嘅《金剛經》，道請幫佢揾咗一個山洞旁邊有一條小溪，指住嗰個地方對佢說：你嘅功課係每日聽溪水。冇試圖明白佢，只係聽，然後就走咗。頭幾日聖空坐唔定，佢嘅腦袋係滿的，塞住係各種念頭，唔知點處理舊朋友，係咪係真壞人，自己係咪真係太蠢，各種思數像汴京城嘅人流，嘈到佢想捂着耳朵。但係山裏面根本冇嘢可以捂，淨係四面八方嚟嘅，躲唔走。第7日，有一隻野貓走近佢嘅山洞，用那雙黃色嘅眼睛睇佢，然後轉身就走。聖空唔知點解，就係望住呢隻貓，突然想喊，唔係傷心，唔係委屈，係一種佢形容唔到嘅感覺，就好似有啲嘢喺佢身體裏面鬆開咗，流走咗，佢只係需要用眼淚嚟送走它。佢喊咗好耐，然後睡着咗。第15日，聖空開始讀《金剛經》。呢本經佢以前睇過，但係表面睇字義，唔睇心意。但係喺呢個山裏面冇嘢可以分心，佢開始逐字逐句停下嚟，想有一句說話令佢坐直咗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佢唔係即刻明白，但係佢知呢句說話係指向佢心入面嗰個洞嘅。第30日，有一件事發生咗，係聖空萬萬估唔到嘅。佢舊時嘅一個朋友叫做廣文，係商圈入面仲算厚道嘅一個人，打聽到聖空喺山裏面，特意上山嚟探佢。廣文帶住好食好飲，帶住城裏嘅消息，笑着坐到聖空對面，說：賢弟，你係咪仲記掛住嗰批屬感嘅事？我同人談好咗，可以幫你籌到一筆，你隨時可以返去重新開始。聖空望住廣文，廣文係真心嘅，聖空知道，但係聖空心裏面感受到一種之前從未有過嘅清晰。廣文兄，多謝你，你係個好人，你嘅情我記住。但係我而家唔想返去，唔係因為我已經放棄，係因為我而家係第一次真真正正地待喺自己嘅位置上面，唔想走。廣文愣咗一下，問你係唔係喺逃避？聖空想咗好耐，答：以前係，而家唔係。以前我係逃，係因為外面太痛，而家我係留，係因為入面有嘢值得等，係兩件完全唔同嘅事。廣文走咗，帶走一臉係似懂非懂嘅表情，而聖空係廣文走後第一次感受到一種從心底升起嘅唔知叫做咩嘅平靜。第60日，道情返嚟咗，佢坐喺溪邊問聖空：你嘅水而家係咩顏色？聖空想咗好耐，答：仲未係透明，但係已經開始潛緊。道情點頭：係咁噶啦。清靜唔係一夜之間嘅事，係一層一層嘅。你嘅磁場係被幾十年嘅習氣執住人之業力堆積起嚟嘅，唔係3個月可以清完。但係你知唔知，你而家已經開始咗咩？開始識得辨別咩係你需要嘅，咩係早慣咗，但其實早就可以放下嘅。呢個辨別力係成聖嘅第一扇門，好多人一世都推唔開呢扇門，係因為佢哋從來唔獨處，從來唔肯停下嚟聽自己說話。聖空沉默咗好耐，然後問：咁獨處之後呢，係唔係就唔需要再返去人群？道且搖搖頭，笑咗。你以為佛陀成道之後係去咗隱居？佢係去咗鹿野苑，去咗王舍城，去咗所有有人嘅地方覺悟，唔係用嚟離開人間嘅，係用嚟更好地行喺人間嘅。你嘅獨處係一個籌備，唔係一個終點。3個月之後，聖空下山，但係回到汴京城嘅聖空係一個旁人說唔出佢哪裏變咗，但又覺得佢同以前唔一樣嘅人。佢仍然笑，
但係笑得更真。佢仍然待人接物，但係唔再橫眉，唔再逢迎，唔再用力氣去討人喜歡。佢嘅眼神有一種東西。廣穩浩嚟同人說，就係坐喺你對面，你唔敢撒瞓。佢欠下嘅債一點一點還清咗，重新點壓起嚟嘅生意更少，但係更穩。佢嘅朋友更少，但係每一個都記得住名字，記得住故事。有一日，有人問聖空：你咁鍾意一個人，係唔係好孤獨？聖空答：以前嗰種喺人群中間嘅空洞先至係孤獨，而家一個人嘅安靜係飽足嘅。你叫咩做孤獨？呢個問題係聖空用3個月嘅獨處換嚟嘅答案。而你而家正在睇緊呢條片，你係咪其實都隱隱地知道自己係想揾返呢個答案？我知道睇到呢度，你腦袋裏面可能有好多問號。磁場係咩嚟嘅？靈性覺醒又係咩感覺？我鍾意獨處，係自己出咗問題，定係真係有佢咁所謂嘅靈性原因？我係咪真係唔係孤僻，定係只不過係自欺欺人咁安慰自己？呢幾個問題好正常。事實上，呢幾個問題係分辨緊你係真係靈性成長，定係心理層面需要幫助嘅關鍵。我哋先搞清楚一件事，獨處同孤僻喺佛學嘅理解入面係截然唔同嘅兩種狀態。孤僻係一種對人嘅恐懼，或者係一種唔得不然嘅退縮。孤僻嘅人係想有連結，但係有障礙。佢哋係唔係主動選擇不去接觸人，而係接觸人嘅過程入面受咗傷，所以用回避嚟保護自己。孤僻嘅底色係恐懼，係自我封閉，係覺得自己唔配，或者覺得人係危險嘅。但係靈性覺醒帶嚟嘅對獨處嘅鍾意，完全唔係咁。係靈性成長階段嘅獨處，嗰種感覺係我係可以出去嘅，但係我唔想，係一種主動嘅選擇，而唔係被迫嘅退縮。你係會有幾個真正想見嘅人，你係會有讓你覺得輕鬆嘅關係，但係你越嚟越難對着大量靈魂交流嘅巴兒維持興趣。係唔係有種感覺？以前你可以喺一個熱鬧嘅飯局笑足2個鐘，而家坐唔到30分鐘就開始覺得又累又空洞。係唔係以前係朋友圈晒相打卡嘅你，而家越嚟越唔想分享？唔係因為唔開心，係因為覺得某啲時刻係屬於自己嘅，唔需要見證。係唔係以前你可以同好多人笑住傾好耐，而家你會本能地判斷呢段對話係真係有意思，定係只不過係消磨時間？如果係後者，你會感到一種強烈嘅不耐煩。呢啲唔係你變得冷漠，唔係你變難相處，係你嘅靈魂開始變得更加誠實。佛學入面有一個概念叫做業識。業識係咩？係你每一世嘅生命經歷所積累低嘅印記，係你每一次情緒、每一次執着、每一次愛恨咒怨所留低嘅痕跡。呢啲印記一層一層附着喺你嘅心識上面，令你嘅心識越嚟越重，越嚟越複雜，越嚟越難以清明。佢係點影響你日常生活嘅？佢會係你選擇人際關係嘅時候，驅使你冇意識地被某種人吸引，即係所謂嘅業力牽引。你可能唔係第一次發現，好似令你受傷嘅人或者關係模式係一再重複出現喺你生命入面，換咗對象，但係嗰種感覺、嗰種傷係一樣嘅。呢個就係業識未清嘅表現。磁場就係你業識嘅外在體現。一個業識清淨嘅人，佢嘅磁場係通透嘅、平和嘅，係會吸引靈魂層面匹配嘅人走埋嚟嘅。一個業識混多嘅人，
佢嘅磁場係沉重嘅，佢會不斷遇到令佢精疲力竭嘅關係。因為業力係互相牽引嘅，所以清理磁場係佛教修行入面極之重要嘅一部分。而呢個清理嘅過程入面係有一樣最關鍵嘅工具嘅，靜唔係壓抑，唔係逃避，係真正地靜下嚟，讓積聚嘅業識自然浮現，然後放下。而獨處就係提供呢個靜嘅空間嘅最佳環境。所以當你開始自然而然地更想獨處，係你嘅業識喺呼吸一段清靜嘅時間嚟進行沉澱，係唔係神奇？你以為你係自己嘅決定，但其實係你嘅靈魂喺指引你。仲有一件事係好值得講嘅，就係靈性超越嘅過程入面，你嘅人際關係會發生一種好明顯嘅改變，係某些人會主動離你遠，唔係因為你做錯咗嘢，唔係因為你衰咗，係因為你嘅頻率改變咗，同佢哋嘅頻率唔再匹配。佢哋唔係壞人，你亦唔係，只係你哋之間嘅業緣已經到頭咗。佛教講因緣和合，因緣散盡，每一段關係係有因有緣先至形成嘅，而當因緣用盡，呢段關係自然就會鬆開。執着係留唔住嘅，強求係冇意義嘅，反而會令雙方都受苦。但係好多人喺呢個階段係唔係會驚、會痛、會揾原因喺自己身上？係咪我唔夠好？係咪我做錯咗嘢？係咪我有問題？當然會有咁嘅反應，因為執着係人性。但係《金剛經》講得好清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住，係執着，係停喺某一個地方唔肯走。應無所住係叫你唔好執着於任何一個形式、任何一段關係、任何一個身份，因為一切都係無常嘅。執着係苦嘅根源，而生其心係叫你喺呢個唔執着嘅基礎上，讓你嘅心自然地展現慈悲同智慧。你試諗下，係唔係只有當你唔再死抱住嗰些早就失去活力嘅關係，你先會有空間嚟容納真正屬於你靈魂層次嘅連結。係喺呢個意義上，佛菩薩幫你清理磁場，唔係一個玄妙嘅神話，係一個業力層面真實運作緊嘅過程。佢令某些關係自然消散，令某些環境令你覺得窒息，令你冇意識地走向獨處同安靜。唔係討伐，係準備乜嘢？準備讓你成為一個更清明、更真實、更有力量嘅自己。仲有一個問題係好重要嘅，就係如何辨別你係真係靈性成長，定係只係心理層面嘅回避。呢個辨別係有一個最直接嘅方法嘅，問自己：你嘅獨處係帶住輕盈嘅，定係帶住沉重嘅？靈性覺醒帶嚟嘅對獨處嘅鍾意，喺安靜落嚟之後，係有一種滿足感嘅。係喺空間入面，你唔係越嚟越空洞，係越嚟越充實，係越嚟越清晰。你喺獨處入面，係覺得自己嘅能量係補充緊嘅，而唔係耗盡緊嘅。但係如果你嘅獨處係因為恐惱，係因為心理創傷嘅回避，你喺獨處入面係會越嚟越恐慌嘅。你係靜落嚟之後，腦袋係唔會清靜嘅，係會充斥住各種負面嘅反縱思維，係會越嚟越難面對自己。兩種獨處感覺係唔同嘅。當然呢兩種狀態有時係可以交搭嘅。成長路上，你係可以同時有心理創傷需要療癒嘅。呢兩樣嘢唔係互斥，係可以同時存在嘅。心理上嘅療癒同靈性上嘅清明係兩條並行嘅路，係可以同時走嘅。唔好因為靈性覺醒嘅概念而忽略咗自己嘅心理健康需要。但係如果你坦誠地問自己，你發現你係哪種輕盈型嘅獨處，
你係獨處入面係自足嘅，你對人際關係有辨別力，但唔係恐懼感。你選擇唔出席某些巴圍，係因為頻率不符，而唔係因為害怕。咁，你確確實實係走喺一條靈性覺醒嘅路上，而你喺呢條路上感受到嘅那種孤獨，係一種正常嘅、必要嘅，甚至係美麗嘅孤獨，係靈性成長嘅必經之路。我哋講咗好多，講咗磁場，講咗業識，講咗獨處同孤僻嘅分別，講咗點解靈性覺醒嘅人會本能地想要靜下嚟。但係喺呢一切嘅背後，係有一個更深嘅問題嘅，就係真正嘅清醒係一種點樣嘅狀態？好多人以為清醒就係睇透咗所有人，就係見到虛假嘅時候唔再跟住玩，就係識得辨別真假好壞，就係唔再被人哄騙。咁係清醒嗎？但係只係清醒嘅第一層，第一層嘅清醒唔再受騙。但係停喺第一層嘅人，往往係會跌入另一個陷阱嘅，就係開始評判，開始用一種比較嘅眼光睇人，覺得自己睇穿咗嗰個，睇穿咗呢個，開始對人充滿不信任，開始習慣性地先假設對方有目的，先假設對方係虛假嘅。喺呢個狀態入面嘅人係唔係清醒嘅？係另一種執着，係執着於不信任。佛教入面叫呢個狀態係分別心。分別心係咩？係將世界切割成好同壞、真同假、值得同不值得，然後用呢個二元對立嘅框架嚟睇一切事物。係分別心係有用嘅，係一種保護機制，係一種辨別能力。但係如果你嘅分別心太重，你嘅心會越嚟越窄，越嚟越硬，越嚟越難以真正地放鬆同親近任何人。真正嘅清醒係在分別心之後再進一步嘅，係一種叫做平等心嘅東西。平等心唔係話所有人都一樣好，唔係話你要對壞人同好人用同一種態度，而係話你睇任何人都係帶住一種明白，佢哋係有局限性嘅慈悲，而唔係帶住評判。佢唔好，唔係因為佢係壞嘅，係因為佢嘅業識令佢係咁，係因為佢嘅局限令佢係咁。你唔需要評判佢，你只需要清楚自己同佢嘅關係係點，然後做出適合自己嘅選擇。呢個係比睇穿更深一層嘅清醒。係呢種清醒落嚟之後，你嘅獨處係會變成另一種嘢嘅，唔再係逃離，係一種主動嘅修行。你喺獨處入面嘅每一分鐘都係一次清明嘅機會，坐喺窗邊望出去，係一個觀察。食飯嘅時候唔睇電話，只係感受食物嘅味道，係一個觀察。瞓覺前靜下嚟感受自己嘅呼吸，係一個觀察。呢啲觀察積累落嚟，係你嘅心識越嚟越清淨嘅原材料。六祖壇經入面慧能大師有好出名嘅話：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呢句話好深，但係我而家只同你說其中最切身嘅一層意思。何處惹塵埃係話你嘅本性係清淨嘅，係冇塵埃嘅。你唔係需要去清理自己，成為一個好人係需要去去掉那些附住喺你本性上面嘅污染，讓你本來嘅光明顯現出嚟。你本嚟就係清淨嘅獨處，就係幫你去掉那些附住物嘅過程。你有冇留意到真正嘅清醒落嚟之後，你嘅生活會發生一種好微妙嘅改變？唔係你嘅外在環境一下子變好，係你嘅日常體驗嘅質量提升咗。係以前你可能每日要靠刷手機、靠社交、靠娛樂嚟填滿自己，唔係因為你中意，係因為靜落嚟係難頂嘅。靜落嚟你就要面對自己，面對自己入面嗰個空洞，
嗰個唔知從何嚟嘅不安。但係喺靈性慢慢清明嘅過程入面，靜係唔再係你嘅敵人嘅，靜係你嘅朋友，係你嘅資源，係你嘅力量嘅來源。你開始可以係早晨起身之後，唔係即刻拎起電話，而係喺床上靜靜地感受一下新嘅一日嘅開始。你開始可以一個人食飯，唔係覺得孤單，係覺得舒服。你開始可以喺人群入面保持一種內心嘅靜定，而唔係被人群嘅能量輕易帶走。呢啲改變係細小嘅，但係係真實嘅。仲有一件事係好重要嘅，就係真正清醒嘅人係唔係一個冷漠嘅人。呢個係好多人嘅誤解。得靈性高嘅人係喺一個超然物外唔帶感情嘅人，係唔係嘅？真正清醒嘅人係比一般人更加有情，更加有慈悲，只係佢哋嘅慈悲係更加清醒嘅慈悲，係唔會令自己消耗嘅慈悲。佢哋係可以感受到別人嘅痛苦嘅，但係唔會被別人嘅痛苦淹沒自己。佢哋係可以關心別人嘅，但係唔需要用智慧嚟成全別人。呢種有邊界嘅慈悲係比漫無邊際嘅付出更加真實，更加有力量，更加可以持續。喺佛學入面，呢個叫做悲智雙運。慈悲同智慧係同時運作嘅，唔係用慈悲替代智慧，亦唔係用智慧壓制慈悲，而係兩者同行。當你嘅磁場清淨到一個程度，你同人嘅關係係唔係越嚟越多，而係越嚟越深。你可能只有幾個真正嘅朋友，但係同佢哋嘅每一次見面都係真實嘅交流，都係讓雙方都覺得有所得嘅連結。呢種關係係少嘅，但係你真正需要嘅。而你嘅獨處就係喺你同自己建立呢種關係，同自己嘅關係係你所有關係嘅基礎。你係咪善待自己？你係咪願意聽自己說話？你係咪尊重自己嘅感受？你係咪對自己誠實？如果你同自己嘅關係係扭曲嘅，係逃避嘅，你同任何人嘅關係都係扭曲同逃避嘅延伸。所以獨處係一個學習點，同自己好好相處嘅機會。而呢個機會係好多人一世都唔曾真真正正地把握過嘅。你而家係回程路上，喺巴士上，係一個人靜靜地坐住，或者係夜深咗，你一個人喺房間裏面開住呢條片。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係咪已經感覺到有一種力量正在帶你離開某啲地方，帶你離開某啲關係、某啲環境、某啲嘅習慣系列，而你其實內心深處係早就知道那係對嘅，只係你唔夠膽相信自己，只係你唔知點解釋俾其他人聽，只係你以為對嘅選擇應該係容易嘅，係得到大家認可嘅，係說得清楚嘅。但係靈性層面嘅事係唔係咁嘅？佢係一種 knowing， 係一種你喺理智介入之前就已經知道嘅感覺。我今日想同你講嘅就係呢三樣嘢。第一，你越嚟越中意獨處，係因為你嘅靈魂係成長嘅，而靈性嘅成長係需要空間嘅。就好似一粒種子係需要泥土，係需要靜默嘅黑暗先至可以生根發芽。你唔係異類，你係準備緊。第二，嗰啲離開你嘅人，同你淡咗嘅關係，唔係你嘅失敗，係業緣嘅完結。唔需要執着，唔需要自責，感恩呢段緣分帶俾你嘅一切，然後放開嘅手，才有空間去承接真正屬於你嘅嘢。第三，真正嘅清醒係帶住慈悲重返人間嘅，唔係睇穿咗之後就冷眼旁觀，係睇明咗之後仍然選擇去愛，但係更清醒地愛，係更有力量地愛，係唔再迷失自己嘅愛。
每一個選擇獨處嘅靈魂，都係準備着去完成某一件事你嘅事。你係咪已經隱約感覺到係咩？如果你睇完呢條片係有共鳴嘅，如果你係評論區想同我分享你嘅感受，或者問一個你一直放喺心底嘅問題，我都會喺評論區入面陪住你。呢度係一個唔評判、唔急住有答案嘅地方，係一個讓靈魂慢慢說話嘅地方。如果覺得呢條片對你有意義，麻煩你點個讚，咁係幫我將呢個內容推俾更多需要嘅人睇到。你嘅一個讚係有機會成為某個正係迷惘中嘅人嘅一斗燈。仲有，如果你覺得你身邊有人而家正係一段迷惘嘅時期，係一段唔明白自己點解越嚟越想靜靜地嘅時期，請把呢條片分享俾佢。有時候文字係做唔到嘅，影片係可以嘅。去到我嘅頻道，你仲會揾到更多關於佛學智慧、靈性成長同人生深度嘅內容。每一條片都係我真真正正地想同你分享嘅嘢，唔係流量嘅宣說，係一份心意。願你嘅磁場越嚟越清淨，願你嘅路越走越明亮，願你嘅靈魂走到屬於自己嘅安靜。阿彌陀佛。